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2月1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年一度的咸水风炮，上午由市长黄伟哲顶贵宾正式起炮，加上新桥的示警，祈求大台南会当规档拢平安兴旺。而且起炮以后，也阁有各种小囡仔先饼先的民俗艺阵表演，现场闹热滚滚。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咸水风炮，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就到咸水武庙向关圣帝君参香，伫庙前点燃一罐炮啊，为遥控直升机到空中释放以后，现场当看见今年第一座的炮声边已经围满侪全副武装等待礼炮民众，来亲身来感受正式起炮喜气。咱的起炮仪式，每当拢伫即个进前一天来一方面即个文兴圣地的即个新桥的即个幽景，一方面咱的炮声的布置大家拢已经准备就位。我想今仔日即个仪式非常简单隆重，但是嘛是非常重要，而且。在此祈求关圣帝君会当保庇咱仪式顺利，风炮期间大家都会当平安顺遂，有热烈无意外。除了咧，此次的起炮仪式过后，市长黄伟哲甲民政局长跟侪贵宾嘛登上武庙神桥，向前对即刻开始登规为期2天的平安示警，来祈求合境平安，中民上当节节。除了咸水风炮正式起炮以后，已经办超过15档的活动，囡仔先饼先，第一场由6架各种的太鼓队拍头阵，震撼的歌声甲队形的表演，嘛引着在场观众的热情掌声，也为每一档咸水风炮的登场加开序幕。会中市长黄伟哲嘛，以为所有参与活动的各种适合来颁奖，鼓励因推广民俗艺术的心得。今年庙方表示，佮特别邀请市长夫人刘玉珍来规划采节，希望展现多元艺术的水，互外界拢相当期待。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长郭信良关心安南区弱势家庭，为着要改善因的生活环境甲经济条件，不但亲自到弱势家庭处来关心，更邀集社会局、劳工局等相关局处，甲侪民间的爱心团体做伙关怀，希望予弱势族群一个上界实际帮助。台南市木工职业工会专业人员爬上厝顶，初步来查看到要如何修补这间厝已损害部分。伫咧安南区遮，由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号召，包括着社会局、劳工局甲民间爱心团体，拢前来现场关心。因为这个家庭有真侪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囡仔，父母又搁因为年纪大，时常破病，造成环境甲经济愈来愈困苦，引起着议长郭信良亲自来了解状况。事实上，他的居家的环境真的非常的不好。因为邓丽行爱一个卧床在上的年老的长者，他的3个女儿，一个已经出嫁了，其中这2个大家都有看到，一个是弱智，一个是真的有一个精神状况真的很差的长期的，所以这个家庭存在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那今天我们会同这个社会局还有劳工局，更感谢房企市长，来看这个需要帮助的地方。真的社会这种情形需要我们来关怀。整个进来那个状况真的很不好，真的很不好。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除了社会局积极介入以外，社会大众能够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用心。表面上看来外面是很好看，但是里面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整个都坏掉了，不堪使用。整个状况呢，母亲住在这个地方，里面是经过打扫了以后才变成这样。那如果没有打扫，这2天没有打扫，那更不知道怎么情形状况。议长郭信良除了伫咧现场要求社会局爱全力关心以外，嘛真感谢侪热心自发性前来斗相共的民间爱心团体甲职业工会志工，并呼吁社会大众爱行善积德，将爱来散播到有需要的所在。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17号来成立着竞选总部，包括高雄市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甲新北市长侯友宜3个人共同来徛台，现场客满了人潮，超过上万人参与造势活动，场面热烈。台南市立委的补选，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17号下午伫咧新市区远东科技大学的体育场举行竞选总部的造势活动，邀请3位直辖市长侯友宜、卢秀燕甲韩国瑜共同徛台。不但体育场内坐满人潮，连场外嘛人潮满满。为了行销台南的龙鱼产，谢龙介伫咧韩国瑜甲侯友宜的陪同，先伫咧展示区行销沙白鱼，离场内同时嘛有强强棍、杏仁哥、加神力女超人柯淑华的徛台演讲。整个体育场内外热烈滚滚。随后候选人谢龙介伫咧新北市长侯友宜、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陪同进入会场，而台中市长卢秀燕随后嘛赶到会场。3位直辖市长汉子、燕子加兔子伫咧选后首次来合体，共同为谢龙介来徛台辅选，并且为台湾的农渔产行销。咱看到咱台湾的经济，对农产品、对渔产品、对水果等等，一直经济咧甲放落的时阵，人无人，做事人，艰苦人，愈来愈济。咱看咧做唔甘的，为爱互伊当选，咱南部人照机会当讲好无？好。台南大家若要拼经济，台南若要起飞，咱大家来支持谢龙介，好不好？好。伊若当选，咱为高雄、台南、台中一直连续到新北市，吼。中古就站爱搁连续，咱搁爱拼呢吼，也因此吼，台南胜利，全国胜利，好不好？咱一定要挺龙介，为什么？谢龙介胜，代表我们农民、渔民、劳工朋友的大胜利，因为谢龙介从来不敢离开基层，谢龙介胜，就代表咱台南胜利。为什么？整个南台湾。讲派到咱国民党足侪机会啊！本年以南无一个国民党立委，你嘛小可货比货气看卖啊！谢龙介胜，台南人胜利对无？基层者农渔民的性命就亲像沙巴拉同款，愈寒愈冷，我愈会拼落去，对不对？对。所以今仔日你看到咱的兔子有咱的白啦。这白肉吼，台南以外还有咱高雄燕巢，燕巢的白肉呢，因为火山岩的矿物质，所以的白肉有特别的甜气。迄支往来呢是17啊，杨桃木瓜是咱带来的哦。木瓜呢，你看这个木瓜，食落去到地小菜我送，食咱台湾的木瓜，食落去到地水阁袂大颗，美容阁足好用哦。这正港的木瓜，往来的甘甜。咱的杨桃食落去到地，会当生丁止咳，会当讲话像我安尼，一日讲24小时还阁袂喙焦，真正有够厉害，就是食这个杨桃。
在简单的致辞过后，候选人嘉良界嘛收集予7个沙巴鱼用职业，向前为该选区14个行政区龙鱼产来拼经济找出路。拼经济，拼经济，高巴肚，天基站，拍通路，拼经济，高巴肚，天基站，拍通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农产运销公司依照规定应该设5位董事，不过日前临时会当中，议会所发现有6位。对此，议员尹爱达理28号进一步开记者会，追踪发现该公司除了家己扩大权限，佮以着增设专业管理的董事为理由，先要求着议会来背书，已经明显甲现有法令有冲突。会议当中，议员也表示会追究到底。顶礼拜三，伫议会召开第2摆临时会中，因为台南果菜公司为了蔬果产销，所增加专家来管理督导，所以乱叫提案修改该公司组织的治理条例，要对原本的5位董事修正为9位。不过现在条文明明是5位董事，乱局长会中却指出6个，而且佮强调拢无领出席费，伫现场已经引发争议。对此，议员尹爱达理认为代志并无单纯，18号进一步召开记者会，质疑台南果菜公司目前董事6个，早就超过治理条例所规定的5个，而且是对民国105年到107年拢无发现出席费的预算照编，现在佫因为要加聘请专家来修法，除了要求追究法律责任，要求市府全面清查各公营事业的状况。看律师的情形，要求台南市政府立即成立包含台南市议会成员跟司法检调机关的专案小组，全面清查台南市辖属的官股公司还有基金会等所有的组织跟章程是不是有违反现行法令，马上检讨修正，马上追究法律责任，不容宽待。我们必须要依法行政，我们必须要对市民交代。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提这个案子之后想要把它撤回去就可以了。这是我今天要开这个记者会的最大目的，提醒台南市政府一定要依法行政，不要有任何可以自己徇私苟且的地方。哪里有什么先把章程修一修，修完之后要我们市议会去背书的？整个知道了这个情形以后，在我们这个市长上任以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马上要去解决。市长上任之后才知道，对，所以换句话说，您的意思是在说这一任的市长上任之前他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程序完备嘛。对此，劳局强调，就是因为董事会3党任期一到，爱重新检讨，所以就发现加出一位局长区长来担任董事问题，伊嘛已经失职，对希望依法的行政，同时希望议会同意增加专业人员来协助农民行销。台南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美术馆二馆经过3档的时间，拄伫咧1月底盛大开幕。不过开幕以后，煞互侪侪民众质疑周边的环境拢还未完善，敢一定要赶伫咧过年前来开幕？上午议员刘维印进一步提出了管线外漏等5大缺失甲危险，要求市府要慎重监督的责任，伫咧228进前进行着总体检。美术馆二馆伫1月27邀请总统来办盛大的开幕仪式，开始伫春节期间吸引15万人来参观的盛况。不过二馆伫请领演文以后，却不断民众发现周边时间拢也未完善，引发外界质疑乃急要伫过年之前开幕的声音。对此，议员刘维印团队嘛亲自会勘，提出包括管线外漏，也有封锁线，表示无清楚等5大缺失，要求文化局要监督美术馆尽速伫228连续假期之前做好改善甲总体检，避免拍歹民众对台南美术馆的第一印象。这个外观整体来讲，这个已经来营运啦，嘛来开幕。但是还佫有足侪所在敢是还佫有不足的所在，所以难免有人来认为讲，敢是因为为着美术馆即要赶工赶伫春节进前开幕，所以单
来特别经历存在进程来开幕啦破损高低不平还有污渍的部分，截至到目前为止那我们都已经去修补完毕了那停车场出入口标示不清的部分呢，这个我目前也正在补强当中。文化局除了强调，包括公线外楼等问题已经做好改善以外，嘛强调美术馆开幕时间是经过多次会议的评估，绝对不是一定要赶伫存在进程。只发现工程的缺失，也是因为民众使用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市府一个发现问题，拢会马上改善。台南新闻阮志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湾要发展风能产业，但设备技术相过悬。不过，伫咱市安南区有一间专门制作大型风电轮毂模型的工厂，目前拢只接国外订单。18号将要运送目前国内上介大900万瓦的风电轮毂模具来到国外，单是运费就高达600-700万。业者也表示，确实会当伫咧国内来发展着风电产业。将会当大大来降低着风能发电的成本。位于安南区和顺工业区的亿光机械模型公司，目前会用咧看到工程人员正进行最后的检视加装箱，准备18号运送到国外大型风电轮毂模组。离户外嘛停了一台大吊车，准备吊挂的作业。业者表示，为了制作8米长的风电轮毂。当然是模具，就主要长达12米。为了运送模具出门，业者甚至爱拆门，才用来输出。这一座它运送的困难在哪个地方？运送困难就是它会占到两个那个车道，2个车道。就是这倒尺寸后面那个前面那个面都不能出去。全部头前的门袂当吹，所以阮爱迄个挂头前的门，才会当吹。介绍伊拢做偌悬超过造价偌多钱啊？是讲阮做这个模啊嘛，阮这个模啊是造价将近700万，但是他从这边运到德国也将近要700万。内底佫有一寡迄个摆动推体啦，加迄个主轮箱，佫迄个迄个伊要甲减伊速度的一寡物件，一寡机械拢装伫这粒内底面，伊即摆讲的所谓讲减的速度是讲你在那个海上风力发电机做伊的风速不定，你若速度伤紧，像有的品牌较歹伊风也长去，所以伊这套就全世界德国我那上名公司，迄个反正这个做是我看咱的技术，所以全世界仅有最大尺寸的一个款的基座。成立40档的亿光机械模型公司，伊喺2012年投入绿能科技的研发，并且甲国内外风力发电的公司有技术开发甲交流合作，而且佮拥有目前国内上大的 CNC 加工机，提高生产精准甲表面光滑的模具。离出货进前，伫个公司股东当时嘛是台南市警政巡守大队长宋俊明的看线。公司董事长嘛响应更新专案，捐款帮助病故的警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迎接猪年元宵节的来到，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特别结合台南市医师代关心协会甲财团法人陈家照
纪念文化基金会合办元宵灯笼 DIY 健康的亲子活动。17号上午，伫咧北区的旧美国学校空地来举办，现场吸引大小朋友做伙同乐。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丁表示，每年服务处拢会伫咧元宵节进前来发送灯笼，互民众来索取。今年也特别选到户外来举办元宵节灯笼 DIY 亲子同乐的活动，希望互厝内长辈用个带着家己的小朋友行出户外，活动筋骨，同时嘛用个共享天伦之乐。这一段时间哦，我们过年的时间哦，9天的假有比较长哦。所以即马过年过了后，咱希望互大家当带囡仔来遮佚佗一下啦吼。尤其这个游具气垫游具，哇，我看到小孩子都好厉害哦，一钻都知道怎么玩，弄免甲教啦吼，都知影讲要安怎升啊，要安怎行吼，好厉害哦。这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子其实应该让他更多能够走出户外。今天有这个 DIY 的这个花灯。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动手来做好花灯，自己来提。那今天也特别准备了游具，跟大家一起来同欢。那怡珍跟婷飞呢，希望一起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元宵节。现场除了灯笼的发送，另外还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大型的气垫游乐区，有长途跋涉、障碍赛，加9A 造型的城堡顶。另外还有免费的鸡蛋糕品尝，加农民大力的赞助芭乐水果顶。提供亲子同乐来共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海尾调风宫近年来每一档拢会办理着点光大工平安灯会，今年选出100多件作品，伫咧元宵节的当天，将会点光整个海尾调风宫。这美丽花灯被挂伫海尾调风宫的庙埕，互整个庙内空间拢变甲活泼起来。因应今年元宵节所举办的电亮台奖平安灯会活动，今年有400多位学生参与比赛，总共有100多件作品入围，将要伫咧元宵节即天，会将所有入选的花灯来点木光。海尾调风宫的主委也邀请大家做伙来斗热闹。我希望咱的庄林的人，明天是迄个元宵节，大家会当转来安尼大庙拜拜。顺便看按这个灯笼，迄个庙埕这个灯笼，甲这小朋友一个鼓励，互以后迄个创作会当愈好愈精彩。这届负责评审的社区大学美学老师李慧玲也表示，这几档电亮台奖平安灯会，伊看到学生伫咧画图方面技巧进步，嘛看到学生愈来愈将多位主题。关注伫咧在地大江地区所发生大大小小的事物顶头。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构图啊，越来越开始有一些在地化。我们说以前画的大部分都是高潮线、七股岩山、背面笔录，都是这些。但是这几年开始，大家都开始会关注到大庙新曲的活动，还有我们就是台江文化季的这些活动。比如说这个灯啊，你看他把这个台江文化季上面表演的人哦，灵活灵现的表现出来，而且有没有打灯，还有spotlight在上面闪亮。点光大江地区的在地灯会已经成为大江乡亲元宵节节庆文化的一部分，嘛展现出大江地区民众敬天爱土地精神。邀请大家明仔元宵节做伙来欣赏海尾调风宫一挂美丽花灯。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庆祝元宵节，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台南道馆举办新春茶叙，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陈廷辉以及各界贵宾做伙感受新春的气氛。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台南道馆17号举办金珠辉耀辅晨光团结合作创新局活动，要来提前庆祝元宵节。活动当天，学会安排真侪精彩趣味节目，有小朋友学员唱着喜气的歌曲，要来迎接贵宾，嘛有难得一见的功夫茶体验，邀请来宾做伙骑马步饮茶，为当中感受武德涵养。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陈廷辉以及侪议员、里长等贵宾，拢出席这次的活动。良心觉醒，天下太平。也要祝福整个太极门在新的年度里面
能够有更多帮助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弘扬这个善的理念的这个活动。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伫致辞的时阵嘛表示，鼓励大家面对任何当下，拢应该有正面的思维，这就是阴阳平衡智慧展现。勉励大家爱以爱为依归，运用智慧解决冲突，祈愿世界和平早日到来。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南天府元宵晚会已经连续举办20多天，每一届举办拢会邀请到地方首长担任点灯官，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年的元宵晚会将伫咧明仔载下暗6点来登场，除了有趣味的夜灯卖、摸彩活动，庙方也欢迎全国的信众拢到现场欢度元宵节。一年一度的南天府点灯祈福元宵晚会，将伫咧19号暗时6点登场。当晚庙方规划一系列庆祝活动，除了有精彩歌舞表演以外，还有食平安圆、摸彩、约定卖以及喜从天降，活动相当多元丰富。另外，庙方依照过去的传统，拢会邀请地方首长担任点灯官，为国家以及台南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南天府吼，一年一度的这个元宵佳节，嘛是咱这个点灯祈福，已经是咱市府主办的，来到即摆时间20多年啊啦吼，所以伫遮邀请咱全国所有的先人大德，拢会当来参与到即个盛会吼，因为这点灯祈福就要祈求吼，互咱安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会当昌隆吼，每一个。这个先人大德会当安尼事事无灾，互大家安尼种智慧。伫遮要甲咱祝福的祈福，就是要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互大家事龙共享，事龙得利吼，南天北福，日立千祥啊吼！伫遮诚恳邀请大家来南天府这个元宵节，后食平安圆，搁有这个摸彩、灯谜等等吼。咱6点10分。咱市长黄伟哲市长会亲自来遮点这个点灯祈福，伫遮甲咱慎重的邀请，祝福大家合家平安，大家会当大赚钱吼。庙方嘛欢迎全国的信众，伫19号暗时6点，做伙来到台南市东区南天府，免费食平安圆、约定卖，现场感受喜从天降的元宵气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9度至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真感谢收看到2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再会。